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镇南宫的大甲妈，今年将第一届看海到平湖起绕境回乡，时间是12月初9到12月12。到时阵，这个绕境的路线会经过看海大桥，一路到西屿乡。这个消息一个现更，已经有2000外乡客来报名了。毛里行社趁这个势面来推出着对着马祖去旅游的行程。也毋过，这个平湖的寒天，东北季风浸透，这回绕境对乡客来讲是一个挑战甲考验。热力滚滚对马祖行行程，台湾中国界姓氏，大甲镇南宫马祖出巡，人气呛呛滚。这摆毋若伫咧台湾本岛，大甲妈要头一摆看海来到平湖，消息传出去，已经互真侪人真期待。大甲妈祖来到澎湖这样跨岛是400年来的第一次，应该很多民众都蛮期待的。400年来头一摆迎接大甲妈，接待规模会真气派，预计会出动323只渔船护送，行程迈摆到可出出。第一天为西屿乡的外海接驾，到石湖广场地开始行，落会经过东卫天后宫，尾带伫咧西来水仙宫。第二天文章是全平湖行透透，第一站就来到湖西天后宫，再来去沙港天后宫。路程较遥远的，就是第3站会经过跨海大桥，到西屿乡的外湾村的外湾运动宫，以及下晡2点就往回行到大义宫。路线变决定，到旅行社推出对马祖去旅游行程。我们各公庙的参与，还有信徒的参与，我认为可能人数会超过6000人。所以说在这3、4天的目前的整个机票几乎都客满。今年寒天，平湖东北季风真透，天气可能真歹，对于乡客来讲，嘛是一个大挑战。所以来台请马祖保庇，希望温庄出巡迄天会是好天气。